看一下老师的嘴巴，嘴巴要扁扁的，舌头，对，小 n， 小 n， 哎，非常棒，这一次读得很标准了，要记住。从小安回家了开始读这一句话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它读出来。兰花是不知会今天掉水的。还是不错，有在1分钟之内完成，但是我们的正确率还可以再提升哦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和老师一起再读一遍哈。需要，它的词语可以组成需要，需要做功课，哎，很棒，需要给老师写小册，然后这个是每天，需要每天浇水的。老师想请把你不会的3个词语圈出来，我们再来巩固一下。歌安干，科乌哭，干枯。跟老师讀一遍，干枯，干枯。哎，很棒哈。YOA 嘅英文、葡文、普通話，而家仲新加咗西班牙文，都有免費試堂，快啲嚟領取啦！